我给你50錢。那鸡翁要的最少，鸡婆多要，鸡雏要的最多。我看你就是个疯婆娘。不是，让大家评评这个理啊！我这鸡怎么卖啊？啊？这位大伯，你的鸡到底是何价？啊，鸡翁5钱2只，鸡婆3钱2只，这鸡雏便宜1钱6只。这位大嫂，你到底带了多少钱？想要买多少只鸡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婆婆给了我50钱，说买100只鸡。我婆婆还说，那鸡翁啊，光吃不劳作，要少买些；那鸡婆能下蛋，要多买一些；那鸡雏长大了能卖钱，越多越好。那我也不知道。我看呐，你呀是买不成了。你婆媳俩不识零数，只识整数啊！哎，你随便给他抓100只鸡，总是不会错的。我要是给他鸡雏抓多了，他说我占他便宜；我要是抓少了，我又吃亏。这生意啊，咱还是甭做了，您请吧。这生意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我帮了你们，你们该如何酬谢我？那你让我如何酬谢你呢？大伯只需要给我买2塊米糕就好。2塊米糕，说話算數。那你快说呀！这位大嫂有50錢，你可以買雞翁4只，雞婆18只，雞雏78只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饿瘋了？随便说個數，想騙2塊米糕吃。就是，是不是？你說的準不準？我來證明。哎，這位大人是？喲，這不是雍府的雍大人嗎？雍大人。我可以證明這位公子算得沒錯。雍大人，那既然雍大人都說沒錯，一定沒錯了。給50錢，你把雞送到我家裡去。您先別急啊，我給這位公子買米糕去，買米糕去啊。請問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黃倩。在下雍瑞，有意請公子去府中小坐，不知可否？那恭敬不如從命，請。失禮了，公子一看就非等閒之輩，若不嫌棄，就在我雍府暫且寄身，尋找機遇，施展抱負。在下來秦國，只是與人有約，未做長遠打算。秦國眼下正值用人之際，秦王視才如金，求才若渴。那張儀入秦不到1載，便被秦王拜相。公子何不重作酌量？我只是一介書生，有點莫威之計。雍公子過譽了。好吧，去留之事咱們暫且在議。公子肯在雍府落腳，已讓雍某不勝榮幸。來，黃公子，喝酒。有一事，我想向先生討教。公子但說無妨。幾年前，秦王迎娶楚國公主，聽說迎親的車馬在武關附近被一渠人劫持，後來又如何了？那日，一渠人襲擊王後的車馬，幸虧王後的陪嫁應女捨身引開了一渠人馬，才讓王後得以脫險。王後有3個陪嫁應女。不知是哪位應女如此俠肝義膽？她叫羋月，是王后同父異母的妹妹。她被劫持到義渠之後，大王派我和張儀用600車糧食將她贖回。到了秦宮，因她聰穎俊俏，深得大王的寵愛，已被冊封為8子。我雍瑞也算是閱人無數，這個女子的確是人中翹楚，不可多得。不可能。
他不可能做这種事情。公子此话怎讲？来，喝酒。来。父王，儿臣去了。谢父王，谢母后。